州話，一齊出發下。歡迎收睇今期嘅趣談廣州話。話說阿文仔咧，星期日出發啊吓，星期日咧就出差翻嚟啦。頭尾搭正係一個星期啊。粵語當中有頭尾搭正咁樣嘅說話，形容嘅就係前後整整嘅意思。頭就係指開始，尾就係指結束。搭咧係有覆蓋、重疊、踩住咁嘅意思。譬如話唔該將啲書搭齊佢，即係將啲書覆蓋疊齊咁嘅意思。啱好搭正9點，即係嗰個指針啱好踩正響9點嘅刻度嘅位置。正即係不偏不倚咁解。咁頭尾搭正，夾埋就係由開始到結尾，揼揼合啱好卡正咁嘅意思，就係前後整整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嘅。自從上次分別，我哋頭尾搭正1年咯。嗱，人咧對於佢啲頭尾搭正嘅日子咧係特別重視嘅。譬如話農曆新年啦，譬如話公曆嘅新年啦，譬如話生日嘅時候。以前唔明白點解㗎吓，但有時大下就明白，時間過得真係快，而且人生真係好短暫。頭尾搭正1年，其實人生就區嗰幾十年嘅啫。趣談廣州話，一齊吹翻下，我哋下期再一齊吹翻下。